得到全國治安標杆14連霸的閩南社區，在里長陳清泉的帶領，結合社區守望相助志工隊，歷經特別舉辦預防犯罪、東防的遊行宣導，邀請警察局第6分局、甲着消防局德興分隊，教導民眾如何防範犯罪，甲着消防減災的觀念。那就我東防日，阮已經迄個東防哦，去大家宣導已經20幾檔啊。每一年呢，就是講過年東防進前攏會做宣導，請大家特別注意呢。即馬過年呢，詐騙集團哦真濟，閣重點呢，你若出國要佚佗，哦會當甲咱巡守隊登記，阮的金華署呢，甲咱迄個巡守隊攏會加強巡邏，所以呢，佇遮過年這段時間，大家要注意消防，迄個厝的迄個煮物件還是插頭，一定要特別注意。第一過年期間，大家哦食飯的機會足濟，啉酒的機會嘛足濟，拜託各位鬥宣導一下。啉酒了袂當安那，麻煩鬥宣導。現場出席的包括6分局的副分局長，還有議員羅坤福、周麗珍，以及這位議員的參選人、志工隊等。一家人佇個辦公處頭前宣導以後，馬上嘛展開行路遊行的方式，沿路來宣導。你來大街小巷，攏去你來宣導。講東防今仔開始到啊！請大家特別注意哦，因為東防這段時間哦，請大家要去銀行領錢領較濟，會當甲咱巡守隊還是金華署通知，會當付鈔還是用迄個有一寡家具要穿內底，迄個無要提的，會當甲里長通知，阮的環保局的會當落去甲你服務安尼。除了行路遊行，另外為了擴大範圍。志工隊需要嘛發動機車的遊行，希望會用個親入社區每一條大街小巷，為民來服務，讓社區的每一位里民攏會用個平安過好年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